人做藝術咧，其實唔分唔開嘅。你做藝術，一個好演員，乜嘢角色都做。喂，呢個角色我唔得，呢個角色我唔得，啊呢個我唔得。點解你咁多嘢唔得㗎？你唔得，你唔好選擇啊，係咪先？一個好演員，乜嘢都要做。咁我哋最初做戲咪從兵仔學做起嘅，你有邊個一出嚟就做老官㗎？係咪先？啊，你一點一滴係積累嘅。你今時今日睇廣告做戲有冇跌頭盔啊？有冇個甩衫甩褲啊？冇嘅。點解？我對藝術係好要求。包裝裏邊，你睇我化妝裏邊，我唔使求人化，我自己化。包括焫沙包整個嘢，我係好乾淨，係咪先？呢個藝術嘅追求。自己追求自己嚴肅啲、嚴謹啲、認真啲，所以你未醒過藝術咯，係咪先？藝術係靠創造嘅，藝術唔係話靠講嘅，每一點一滴好靠個人自己去積累嘅。所以咧，做一個好演員，包括花面又好、丑生又好，哪怕你老講都好，扮女人又好，總之乜嘢都要做。一個好演員。乜嘢都要做，呢個先至真正好演員。一個演員，我唔係生出嚟，我係花旦，其他我唔做。喂，我全部靠你養我喎，賣票喎，你做花旦得唔得先？我哋嘅團依家係國家好啫，政府政策好啫。喂，你嚟咗場政府補助，我哋冇政府補助嘅喎。啊，全部靠賣票養嘅喎。你如果靠賣票養嘅，你話乜都唔肯做，咁點養啊，大佬？我如果靠你去養我就死緊㗎咯喎。所以個演員咧就一定係要有呢種對待藝術個態度，對待藝術態度，一個人對藝術態度好，佢自不然會創造個好正能量嘅體現出嚟，係嘛？唔好，所以我而家睇好多演員工作刁難又有，挑揀又有，為咗個角色。就會嗰樣呢樣又有，一個團隊嘅好團隊，好嘅團隊係全部利用晒各自崗位，先至能夠創造一個團體嘅藝術出嚟。一個團體嘅藝術係靠綜合嘅，綜合就靠大家嘅。如果靠個人，個人當然係好亮點。一個人因為佢係太出類拔萃，佢係立得起身嘅，呢個唔係話要歌頌佢，但係推出嚟佢係一個品牌，係嘛？大家品牌係認可嘅，大家都認可嘅，唔好自己立一個品牌，我自己個品牌，冇人認可你就唔成立個品牌，係咪先？呢個演員係個擔當嘅能力、擔力嘅能力，係嘛？所以就變成一個我哋演員要有呢種具備嘅條件同埋精神喺度嚇。其實好多職業嘅團隊又好，演員又好。佢個個都會理解嘅，但係我就有時候同業餘嘅我又咁講，我話喂，業餘嘅你哋娛樂啫，你唔使爭叻㗎，娛樂嘅你哋開心啲嚇。我做職業嘅我認真啲，係嘛？有兩者唔同嘅，好嘛？頭先我講過係講我哋嘅藝術嘅過程。